咱敢有想着阿母的手，少年的时阵是白泡泡、幼绵绵。自从有了咱囝后，这双手为咱传东传西，无眠无日无自己。即马咱搁牵着阿母的手，敢是有感觉伊有淡薄仔招魂，搁淡薄仔活泼。即马咱就来听咱的儿童读经班甲青少年班的小朋友唱的这条阿母的手。单单随时等于来伊照顾
甲交伊相看。生育我们的母亲，孕育我们成长。其实还有一双我们看不见，但是也不曾放弃我们，不停地、默默地推动着宇宙万物的生机与和平。它就是我们的老母娘。现在我们就带来第二首歌，来感恩推动整个世界的爱的老母娘。掌声欢迎第二首《母亲的手》。
迄个好多啊，有两条就感动的歌曲了后啊，煞来咧，要带大家吼做一寡简单的运动啊，咱等下这首歌是迄个神佛慈悲的人间天堂等下咱迄个青少年班交咱囡仔特别班吼，会先跳一段吼，大家真现看。看一段了后咱等下会当做伙动作，也是讲第一遍咱就会当先做伙动作这特别的是吼，咱坐伫椅仔顶悬就会当运动真系伊讲吼，嘿，等下迄个歌咧行的时阵，咱的脚爱一直动，像咧行安尼坐伫椅仔顶悬嘛，当一直动，吼无咱第一遍就做伙跳敢好？好，大家跃跃欲试，好，安尼吼，咱的音乐吼，来各位同学来做伙当台哦。那个，咱台顶吼都有活力咱台骹都有真想跳开嘛是，老得滚滚咱跳一遍了，刚好刚身躯拢热情起来了，刚好外台刚很开不然吼，前恁挺寒你看跳一遍了吼，规身躯拢烧开安尼吼，咱吼外塔腾开吼，搁跳一遍，刚好。站起来跳吗？当然可以，很欢迎太好了。好动，好动！然后，打开各位看，然后，
我懂，我懂，嘿嘿嘿，我懂，我懂。哦，有，对对对。